过年前后，各事业单位工厂赶工，造成作业量增加，以更替工厂为例，特别是人力加重体力的高风险，相对增加职业灾害比例。上澳中央甲地方合作进行联合检查，市长吴伟铁甲劳动部职安署署长嘛亲身到场，关心对1月18号启动春安检查以来成果。根据了解，总共26项违规，停工12次，祭出52万的罚款，为劳工安全把关。处罚不是目的，处罚也不是唯一的手段，因为希望说，我们当然很希望说，大家都很多职场都完全没问题，都是合格的，我们开不到1张罚单，这是我们最希望的。但是希望说如果一些未尽改善的部分能够改善得好，那如果说已经是有一些符合构成这个处罚要件的，我们也只好依法开立罚单。这个部分是要跟各位朋友做一个报告，跟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。总之，我们希望提供给劳工朋友一个好的、安全的劳动环境。那今天来到钢铁厂，传统钢厂是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。那这个钢铁厂看起来已经做一些改善，但是大家知道，钢铁厂是重体力、重劳动的工作，不管是切削、卷夹、吊挂等等，都有它的风险。那我们期待这个公司未来做得更好。春节期间清潮作业、清洁注意作业，务必要先冲锋测定。确实的安全无虞，才可以进入作业，要不然这个缺氧跟硫化氢就是很大的杀手，我们劳工承担不起。劳工局表示，目前台南的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主要由咱的职安健康处，也需要甲中央配合，所以提醒事业单位一定要落实 SOP， 将灾害降到上低。尤其最近有几个公安事件发生，包括我们极限空间的部分。能够都是大家没有叫 SOP 来，因为你要进入急救空间，一定要做检测，那把里面的相关的气体要先把它抽掉，但是有没有进，要方便，这没有做检测就一进去，那一进去里面没有这个空气，这个有毒的气体没有排放的话，那你进去真的就会闪失的部分。呼吁大家一定要照相关的 SOP 来做。市表示，因为去年钢铁业的重大职业灾害案增加，所以今年除了列为重点减灾对象，嘛定为营造业减灾加强年。今日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